今集我哋就會將焦點轉向 Surrey 嘅工作機會，睇下究竟就業方面 Surrey 有啲乜嘢吸引之處，點解每年都有成萬計嘅市民選擇去 Surrey 發展。Surrey 嘅就業市場可以話係多元化又穩定，涵蓋咗醫療、科研、物流等唔同範疇。截至去年 ，Surrey 嘅勞動人口已經高達37萬，由2021年以嚟增長咗21%，成為咗大溫地區最大嘅勞動力市場。Surrey 而家有超過2萬間持牌企業，比上一年增長咗33%。呢啲企業創造咗大量嘅工作機會，亦為當地居民帶嚟穩定嘅經濟保障。講到就業比例，醫療同科研行業佔咗40%，而且平均年薪高達12萬，比周邊城市平均高出15%至20%。呢個數字令 Surrey 成為全國收入增長最快嘅城市之一。呢啲成果其實同 Innovation Boulevard 嘅發展係分唔開嘅。過去一年，呢個樞紐吸引咗超過15間新公司入駐，創造咗超過300個高薪職位。展望未來 ，Innovation Boulevard 仲會進一步擴建，連接更多醫療、教育同科研機構，為專業人才提供更大嘅發展平台。預計未來幾年會創造5000個新職位，並吸引更多企業嚟投資。Surrey 憑住多元化嘅經濟、高薪嘅工作機會，加埋 Innovation Boulevard 嘅快速發展，每年都吸引咗數以萬計嘅市民嚟發展同定居。未來幾年，隨住幾千個新職位嘅創造同國際投資湧入 ，Surrey 一定會繼續成為打工仔發展嘅首選之地。如果大家想知更多加拿大樓市動向，歡迎隨時揾我哋了解更多。